人㗎。咁佢嗰個頭咧係邊石嚟嘅。咁我而家係用緊中間毛啦，咁佢有溫度。咁佢點樣不求人咧？因為佢完全係唔使人哋幫㗎，佢自己已經有個轉彎嘅位置，大家可以 tune 嘅，即係大家可以咁樣 tune 佢嘅位置嘅。咦？點樣 tune 嘅呢度？我撳兩咁樣可以咁樣 tune 咯，即係咁樣可以咁樣 tune 咯，即係完全係不求人咯。係啊，即係唔需要話我一定要別人幫助，或者我冇理由求個仔啊、求個女啊、求個老公嘅，唔使嘅，完全係不求人嘅，係啦。完全邊個位置啊？你哋好似話佢話齋話坐骨神經痛啊咁樣，你都係可以不求人 tune 到一個你啱嘅位置咯。同埋你初拎上手，你可能會覺得佢重，但係其實唔會㗎。其實佢只要托到喺你任何身體嘅部位入邊，佢其實係晾住佢嘅咋，晾住佢。咁我覺得佢呢一個嘅設計最值錢就除咗個邊石之外，就係不求人咯。因為出邊一般嘅任何嘅一啲嘅窗咧，你都係需要人哋幫你先至做到某一啲位置㗎。咁呢個其實都唔需要㗎啦，即係你自己係可以做到晒你全身任何一個隱私嘅位置咧。你都係做到，因為佢識轉彎嘅呢個，即係好少見到有轉彎嘅位置，譬如腋下啊、淋巴啊、大髀外側啊呢啲，你全部都做到嘅。因為咧，你哋咧只需要好簡單嘅啫，閂咗佢，撳兩邊調節，你自己覺得啱做嘅位置就 OK 㗎啦。同埋佢有個溫熱嘅效果喺前邊嘅，可以由呢一個嘅40、50、60、3個度數，最高上到60度嘅呢把槍。咁有兩個頭嘅 OK。咁呢個係新產品嚟嘅，雖然話喂新產品咁大嚿嘅，唔好意思啊，因為人哋咧係不求人嚟㗎，好唔好？同埋佢係可以伸縮嘅，係啦，擰呢度就得㗎。擰一擰呢度，呢度係啦，咁樣。係啦，擰佢係能夠伸同埋縮嘅，伸縮嘅 OK， 伸縮嘅 OK， 哇太大啦！伸縮嘅，係啦，擰伸縮，哇，好似嗰啲腳架咁啊！係啊，但係你睇下你好醒啊，都已經係啦，腳架咁樣嘅，非常之用得方便嘅。咁